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6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41430例本土病例，有40来人死亡。暗时有头一批莫德纳新配方疫苗送来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甲罗西亚总统普廷见面，普廷肯定中国的立场，嘛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个越南移工伫网络看影片而进行手术，佮伫面册直播帮人手术的过程，已经互依法上班。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1430例本土病例，有40来人死亡，178例中重症。另外嘛，新增加一岁囡仔面试死的个案，佮有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80万筒，暗时10点半就送来台湾。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数，在昨天新确认了41343位，所以说目前的疫情还是持续在一个上升的状况。今天新增46例的死亡个案，那另外有一位是这个小朋友的 Miss C 的这个个案，是一个1岁的男童，发现有结膜红、有红眼跟这个喉咙红肿的这些症状。莫德纳双价的这个次世代疫苗，那9月16号星期五。也就是今天晚上大概10点半左右会到货。这个疫苗是全新而且是有效的疫苗，的 BA.2、BA.5 的变异株都有很好的效果和保护力那这一款 BA.1 的双价次世代疫苗，这个礼拜1日本才通过 EUA， 礼拜3新加坡通过 EUA， 我想这是一个很新的疫苗那之后呢，礼拜天应该也是有一批疫苗要来，那同样是这个莫德纳双价次世代疫苗，大概也是80万来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和中国正不满。也毋过美国国务院是搁再强调讲，美国一中的政策无改变。过来有学者是认为讲，因为美国反中的气氛所以这么法案通过的几率是真悬。中共嘛可能会提出出现赶紧统一的法律。台湾政策法案，互看作是对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了后，全面重新整理美国对台湾政策法案，这是影响到台湾甲美国佮中国的关系，因为牵连到国防甲外交，引起中国不满甲反对。因安尼，美国国务院重新强调对台湾的做法无改变，维持一中的政策。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e have deepened our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We'll continue to do so with effectiv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appreciate the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aiwan that we're seeing in Congress and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the country. 法案互改图做高方面支持台湾，要压制中国意思。国民党郑立伟、林玉峰指出，无到致使台海危机的地步。不过，学者分析讲，法案代表美中战略的对射进入到牵连台湾法律竞争的阶段，可能逼中国针对反混的国家法来修法，甚至定法律来加快统一台湾的脚步。那如果说在这种压力底下，就是说美国也推出了台湾政策法案的话，就是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推出一个更积极的立法？就是过去一直传言的包括统一法或者是基本法之类的。法案要求对台湾提供免代价军事援助，时间就伫2017年中国侵犯台湾的高风险期。民进党郑立伟、桂正亮解读讲，在选举美国未出兵来协助台湾。不过学者讲，美国看待台湾甲乌克兰要是有争差。目前还是提供这个装备，还有增强彼此的交流、沟通、密切的紧密合作为主。但是台湾跟乌克兰又不尽相同所以这边后面还是很多不同的因素、复杂的考量。法案要通过，要交到参议院审理，佮经过众议院协调出一个版本，加上届期袂当连续，要伫国会明年1月份期满进程，2院拢通过，才会当交予总统拜登签署生效。王世提分析，美国伫反中国的趋势之下，法案通过的几率是真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后礼拜要去告陈市长渎职，也毋过陈市长是表示讲，迄当时蒋万安是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调集委员，行政单位嘛是按照立法院的决议来办理。蒋万安的讲法甲做法是反其反倒，伊嘛呛讲要这款立委创啥物最近台北市政府要帮进路卡来欠660块，那也是批评讲这有政治的目的。
也毋过政府市长黄珊珊是强调讲，市政府只是甲无用完的预算回归互民众，甲选举无关系。体验电高机风行机卡，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伫健身房推广全民运动理念。针对疫苗合约放准30年这个争议，蒋万安表示，后礼拜要告发陈时中渎职，透过司法来检验事实的真相。蒋委员那时候是召集人，对于文件的呈现、文件的内容，他都可以做出指示或者决议，行政部门一定要尊重来办理。过了1年之后，他反而全盘说：“啊，不是啦，伊唔知样啦，伊无法度啦。”那我们要这种立法委员干什么？当时陈忠的态度就是，要么你就是什么都看不到，要么就是遮蔽涂黑给你看。所以，身为少数的在野党，我们当然就只能说好，现在要甩锅给立法院，这是毫不负责任。台北市选战正激烈，郭阵营积极伫抢票。台北市政府要发放敬老卡660块的突突金，也叫拿赢批评这是政治暗算。对这代志，黄珊珊是讲是甲无用完的预算做处理，甲选举一点关系都无。搁要提议台北市政府删除去年28亿购买疫苗预算的想法。他说他买了3500万剂。他还说，我们要比较鸿海是交给中央统筹分配，如果买回来的疫苗不能用在台北市民身上，对台北市政府来说，我们当然会有很大的疑虑。针对陈时中提出劳工3钱，推杀交通补助1280块订机票3个月，黄珊珊是批评亚钱不是上有效的方式。陈时中是回应，敢若用形容词批评政策，无看政策的内容，这真无适当。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网络抛出一张边境开放的时间表，指出讲会对国庆日开始检疫就改做0+7。指挥中心无否认，也毋过强调讲各个评估。有医师是分析讲，目前国外BA.5已经有登河，所以10月开放边境对台湾的社区风险较低哦。开放边境9月同齐来开放国外的团体旅游，交通部是表示讲会配合指挥中心的政策。传出指挥中心要伫10月初3公布调整边境措施，为10月初10开始试办0+7的检验政策，入境免隔离，会当坐大众运输工具，同步取消袂使组团出入境的规定。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表示，这是评估方案内底的一项，目前都是持续观察疫情。有医师分析，目前咱国 BA.5的疫情比起国外是伫个悬点，所以10月开边境对台湾社区疫情的影响发展未真大。国外目前包含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其实最近的BA.5的疫情已经都开始在下降了。换言之，入境旅客的阳性率现在都在3% 以下。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本国的这个流行的这个盛行率，事实上可能还高于国外。根据外团的评估方案，配合0+7检疫上路，入境人数原来放零到单日2万人，这代表大量国际旅客伫要入境。交通部是不是已经有收到相关消息来因应准备？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回应，观光局相关作业拢已经完毕，若是重新有团客来台湾，就按照团客旅客的操作指引来运作。按过目前旅游业确实有人力不够的问题。观光业里面是普遍有反映哈，尤其是这个导游不足了哈，尤其国内的导游不足的部分。那因为他们有很多都已经在疫情期间转业，那现在我也请我们观光局哈，第一个就是人才的媒合，尤其是语言的训练，这是里面最重要。交通部表示，旅游业经过2年多疫情，导游是目前上欠缺的人才。目前请观光局透过工协会找人，加强语言的培训，准备迎接入境观光旅客。记者综合报道。陆军航特部今仔演了1250英尺的跳伞，今年是头一届伫屏东的大坪湾来办理哦。航特部是表示讲，全员的任务拢成功，短短30分钟的训练哦，过程是真紧张，嘛有一寡军事迷来现场帮阿兵哥加油。早时6点，为屏东机场起飞的413栋载运6名第一梯次执行跳伞任务的学员，6点10分一到，使用 T10B 伞具的学员为1250英尺的高空陆续跳出。
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年度特殊复杂地形海上水域跳伞训练，今年度伫屏东大平湾举行。这个礼拜3已经有12名教官跳伞完成，16号即是由18名完成地面复训、水面状况处理，而且参考着教官实习复训确认航道的学员来执行任务。每一梯次大约计10分钟，任务伫6点半左右顺利完成。展训的用途主要是在于一个渗透作战以及敌后的作战，也是一种支援军事作战非常好的一种训练。这届第一届刷到大平湾，因为原本实施的地点帮山加入东边的海域，海上因为这几档变甲真复杂，考量到水域的范围，分3梯次来执行任务。第一次看到特殊地形跳伞，就觉得蛮好看的，然后也觉得陆军蛮精实的。航特部表示，学员爱有武装游泳的能力，水面伞具紧急解脱的训练，而且会当适当自我救援，才会当变成是合格的特战官兵。这次的任务专员跳伞成功，陆续游向边仔台面接运的船只，伞具顶的器材嘛无状况。记者王刘庭明交款屏东报道。今日看婚礼的防卫分局接到消息，指出讲部长有职业较长哦，中秋节人假是拢跋甲无暝无日。14透早，因着提搜索票去掠人，掠到工作人员甲缴客39个人，现场嘛超着244万的现金。专案已经移送婚礼地检署侦办。警方14透早来到婚礼部长这间人家厝，脚卡一个看到警察，就是甲手里的现金四个藏乌白厅。顶日啊，防卫分局接到情报，伫咧部长这间缴金，趁中秋假期开幕，佮吸引袂少脚卡来拔。他躲藏在一户民宅里面哦。那同时我们也有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当天凌晨12点许我们就攻坚进入那个屋内发现现场有赌客及经营的赌场业者总共有39名。那其中他现场的赌资我们有查获244万。警方表示，现场包括技校、顾门、看头等等的工作人员，总共5个人，脚卡有34个人，年岁分布伫咧40岁到60岁之间，用麻雀以塞笼的方式来拔缴，现场超出超过200万，也阁有2台点钱机啊。现场有主持人、荷官及把风的，我们将他以那个刑法赌博罪移送。那其余赌客34人，我们依涉违法裁处。警方表示，经过卖福监控发现，要出入这间缴金的缴卡，拢有专车来接送。讲入去内底，阁发现有提供食食。这间缴金拄啊设立无偌久，就已经吸引袂少缴卡。为着要维护选情的治安，警方会继续搜查缴金，呼吁不肖的人士唔通想象讲要用拔缴来影响选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移民署的台中专勤队掠到一个无牌出来帮人做整容的人哦，是一个越南移工姓郑的嫌犯。伊本地伫做糖仔工厂的上班，后来是看网络影片来学整形。伊家己阁开一间美容的工作室，就帮人手术来整容哦。伊阁伫面册来直播伊手术的过程，实在是真大胆，嘛已经互伊违反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咯。伫咧面册直播注消脂针，也阁有帮尻川顶顶的部位注玻尿酸，作风大胆，而且环境真歹。移民署台中专勤队侦破地下医美集团，现场是查扣来路不明的麻射、肉毒杆菌、消脂针、玻尿酸甲射针。涉嫌主嫌竟然是受过来台，伫咧阿鲁米门汤工厂工作的越南籍移工。一个3千，一个3千，打这个是打哪里？打这个。下巴的，那你打胸部的呢？打胸部的呢？胸部这个是胸部的。谢姓嫌犯是个正直的吕文昌技工，但是他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医师专业的训练，或者考取任何的证照，用开设美容工作室的名义，替同乡进行隆乳、丰臀、丰下巴、隆鼻及消脂等侵入性医美行为。移民署调查，涉嫌嫌犯透过 YouTube 影片，家己学整形的技术，而且为越南买来美容针剂，就甲4名的越南籍工判，伫咧台中东协广场附近开美容工作室做美医，进行量率甲丰臀等等侵入性的医美行为。伊注射的部位无共，大概手术收新台币几落千到几落万不等的费用。台中市卫生局是提醒，美医的技术甲针剂来源真有问题，现场手术也无无菌的环境，手术风险真悬，可能会
危害到性命安全。要避免因为那个注射来路不明的液体，或是一些器械消毒不全啊，或是一些技术它可能比较拙劣的这些风险的话，比较容易会导致严重危害身体健康与安全。基民署表示，专案已经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涉性主嫌甲共犯4个人涉嫌违反医师法第28条，无取得医师资格来执行医疗业务，会面临6个月到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使并科30万至15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内政部伫7月份提出300亿的租厝补贴，也毋过有一寡民众就反映讲看会到、食袂到哦。崔妈妈基金会今仔早起就呼吁讲，应该爱先甲厝卡租厝的所得税扣除额对12万提悬到30万哦。嘛望讲这会期应该赶紧完成修法。厝税甲厝价同款直直起，毋若是买袂起嘛，租袂起。今年7月，政府推出300亿的租厝补贴，立委蔡佩如批评是看会到、食袂到。所以这个300亿的租金里头，就只有27.8万户，达成率就只有55.57%吼。因为有厝主主动厝卡申请，甚至讲若有补贴就要来起租金，互厝卡毋敢申请。关心租厝权利的崔妈妈基金会甲下党派立委16召开记者会，希望赶紧修改租厝相关的法律，保障租屋权益，保障租屋权益，紧速协商租赁条例。紧速协商租赁条例。崔妈妈基金会认为，租厝的纠纷应该比照消保法的规定处理，嘛爱确实规定厝主袂使限制厝卡申请补助。另外，嘛爱甲厝卡租厝的所得税扣除额改做特别扣除额，而且为12万提悬到30万。因为财政部在上一次那个财委会询答的时候，他允诺再提出一些修法的一个期程跟规划，但是这个部分8月底我们发现财政部只提出了。就是说，那个未达成的共识，这样的模糊的字眼也没有期成。这项修法目前受到下党派立委的支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委陈天才表示，已经要求行政机关紧协商找出共识，会并伫这个会期通过修法。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四甲罗西亚总统普廷伫乌兹别克见面。普廷是先肯定中国伫因甲乌克兰的冲突采取的立场，嘛强调讲罗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牵制美国甲其他国家造成台海危机侵权。习近平嘛表示讲，中国愿意甲罗西亚做伙，来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模范。做伙坐伫会议室内面对面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罗斯总统普廷总算会面。这场习普会伫乌兹别克城市萨马尔罕举行。普廷显然是有准备来，马上就台湾议题表态。由中国迅速批评美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面临重大危机。乌克兰收复乌东大片土地，普廷也无忘记咧感谢习近平伫乌克兰议题平衡立场。这是习近平伫新冠疫情发生了后头一届海外访问，也真受国际注意。只是伊到哈萨克的首都阿斯塔纳的时阵，落飞机脚步无徛在，差一点触倒。甲普廷的会面，路透社报道讲，伊真欢喜会当见到老朋友，也强调两个人真侪个通话，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愿意甲俄国联手。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伫这场普习会前，俄罗斯国防部佫发布一段影片，内容是两国海军伫太平洋联合军演，就是要向先国家释放中俄同盟的重要消息。咱国外交部批评俄国总统普廷的讲法是乌的公主病，并表达正式抗议，强调两方互相无关系，这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
再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哦，最近乌克兰是收复真侪国土，包括哈尔科夫重要的都市伊久姆。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时表示讲，伫当地发现乱葬岗有400外的墓地，伊要求罗西亚爱对这场战争负责。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第3届去基辅，佮再强调后面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用探测器伫咧附近正细腻的所在，确定无俄军留来炸弹或者是手榴弹。乌克兰军方伫咧伊久姆郊区这个树林内面发现这座乱葬岗，伫咧十字架顶头只敢有数字无名，不过每一个十字架所代表的，拢是一条无辜的性命。Ці хрести якраз і є ті цивільні, які загинули. Вони тут поховані. Експертизу ДНК ми обов'язково зробимо. Я думаю, що ексгумація цих тіл буде. 乌克兰军方最近甲真侪和俄罗斯抢劫领土手段，包括哈尔科夫重要城市伊久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去视察这个所在，佫发现真侪人被俄军抬死了，带伫咧郊区的乱葬岗。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伫这个所在差不多440个墓。Буча, Маріуполь, тепер, на жаль, Ізюм. Росія всюди залишає по собі смерть і повинна за це відповідати. Світ повинен притягнути Росію до реальної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за цю війну. Зробимо все для цього. 坐火车到基辅，后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战事发生了第3遍到当地访问。伊讲，甲顶一遍比，基辅的民众安怎回归正常的生活，互人印象真深。就算是支持乌克兰爱真侪经费，不过自由是无价，所以后面会继续支持乌克兰。As in the last month,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Ukraine get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Ukraine has proven that it is capable if it has the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for example, the member states or other friends. Tha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另外，冯德莱恩也讲，乌克兰加入后面的停事进展正顺利，双方同意伫咧几落的问题上增加合作，来确保乌克兰企业的发展，并且增加收入，会当帮助因顺利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再来看美国铁路罢工哦，经过政府的协调，总算化解危机。美国铁路协会指出讲，新的合约会为2020年到2024年，加你的铁路员工加薪水24%，佮5000块美金的奖金。有加薪水、有奖金，最近政策绑定，至少会当请病假。美国铁路系统大罢工事件，伫铁路公司甲员工达成临时协议了，至少暂时化解可能出现的运输中断的危机。You get this pay raise, but keep in mind we've been without this contract for 3 years. At best, it's going to keep up with inflation. 拜登政府建立调解，尽可能阻止原本安算伫咧16个半暝的全国性铁路罢工。These guys di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standing. They should be home in bed. 20 straight hours. 根据北京的消息来源讲，拜登14暗有敲一通关键的电话，予劳工部长华尔斯。电话有开放送，听到拜登的声音，是希望双方达成协议，考虑到罢工对家庭、农民甲企业的伤害。24% wage increase over the next 5 years.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Railroad companies will be able to retain and recruit workers. They'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operate effectively. 这样至少先避免罢工了对经济影响，进一步影响到其中选举。Thanks for Biden is huge because he likes to portray himself as the most labor-friendly, union-supporting president we've ever had. But it would have been a delicate time to have a strike just weeks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That could have derailed the economy. 美国上大的货运铁路公司，2019年要进行劳资谈判，不过疫情后进度一直拖。工会讲公司裁员和留来员工工作量变大，要求加薪水31%来抵消通膨的影响。不过公司只敢同意17%，所以因准备要罢工。货运铁路运送各种物资，若是停来会延前出货。罢工一天会让美国的经济损失20亿美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早暗讨园的杨梅、滨镇、中立这所在民众拢有闻到臭味。环保局是表示讲，早暗起早嘛已经找到污染源咯，今仔会做继续来调查会严格来处罚。暗暝的空气中传来臭味，南投园包管杨梅、滨镇也有中立这个所在，一寡民众陆续讲有闻到臭火干，也加塑胶味，也有民众反映臭甲困袂去。想讲户外有物件伫烧，也是发生火灾。不过当地消防队讲无接到火灾通报。味道蛮重的，是像火灾的味道。对，好像是人家烧房子烧还是什么。我住在后面，我就有闻到，就不知道哪里，我不知道了。有点烧那个橡胶的味道。昨天晚上好像要睡觉的时候，有一点不舒服了，就是说不会说很好的味道。环保局表示，15暗时10点接到民众တင်情，好亲像户外有物件伫烧，也甲臭塑胶味。第一时间有派出稽查人员去龙潭、杨梅、滨镇巡视，并无问题。当时发现伫乌树林工业区空气的品质监测器数值有各样，方向嘛是吹往杨梅、滨镇这个所在，好像是污染源头。环保局第一时间就透过空品监测系统掌握可能的污染源。因为风向的关系，龙潭、杨梅、平镇、中立都有异味飘散。环保局经加派稽查能力，会尽快查明原因。环保局表示，16已经各派5组稽查人员去乌树林工业区，继续用全面式的敲锤，要赶紧查明原因，要查出臭味源头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位伫台中的西屯，台湾大道4段的富路间工厂的一个仓库，透早点外火灾火是烧甲真猛。消防局出动17个单位，51个消防人员，用2点外钟的时间，火势才受到控制，加在无人受伤。起火原因还个调查。大火冲到天顶，天色规片拢是红的。消防人员赶到火烧的工厂，已经烧甲真歹收煞，伊赶紧破坏铁柱、油水线拍火。因为是几排的铁柱，火烧甲真紧真猛，加上去透风，200多平厂房拢总烧起来。员工接到通报，也赶紧到现场了解状况。几点起火？恁敢知？我嘛唔知，因是尾后才赶来看的。对。16个半暝1点外，即间伫台中西屯区台湾大道边仔生产肉羹仔甲便所设备的工厂熊熊火烧。因为仓库伫高速公路下骹的机车道的4条巷仔边仔，路上矮，大只水车歹驶入去，阻碍救灾。消防局出动7个单位，51位消防人员，2点外钟才把火势控制掉了。困难点就是因为这个是铁皮，然后现在它到前面燃烧了，这边是算是巷子里面水源比较困难的地区，所以我们尽量可以长期布线，就是长线的去布。离很远的时候，刚才无线电的有在喊说我们还要就是2部车会去中继这样。消防局表示，工厂内底的大多数是肉羹仔甲便所的设备，还有包装的材料，可能让火势更愈炭，加在无人员死伤，着火原因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最近风杯沙又搁真严重，过去县政府拢是利用证书立法减少风杯沙，也毋过今年因为可花拢种袂活，所以第9号船局就挖一寡窟窿来欠水去收风杯沙，大概是有减少一半的风杯沙，效果阁算是袂歹。花莲地区入手了，若是透东北季风，真侪溪流较空旷所在，就会透风杯沙。上严重的就是立务溪、花莲溪甲小姑峦溪，有当时10几公尺外就拢看无。真的会有那种咻咻咻，就是小的龙卷风那一种。然后因为书店这边也是开放式的空间，所以很长，桌面啊、书柜就都是灰尘。立务溪是县府伫咧管的，所以环保局伫咧10月到4月透东北季风时阵，拢用喷水的方式降低风杯沙。这几年也开始正式不绿化，效果无介好。绿化的一些植物呢，会随着大水冲刷掉了哈。特别是像去年台风过后，那后来也因为今年的干旱，造成我们所撒的草籽呢不容易存活。一那花莲溪甲小姑峦溪是中央管理，第9号船桥自民国99年开始，伫咧较空旷所在，乌干那细粉的水覆盖工法，230公顷有小可较改善，效果虽然袂歹，也毋过若风带来做大水，结果会被破坏，每年拢要变有损修理。那我们扬尘呢，水覆盖它的经费并不会很大。
主要是在河川、沙滩地，那对于民众的感受还有生活上面环境、空气的品质都是有所帮助。地讲河川局讲，工程要做进前，拢会甲生态团队咨商，摒开生态敏感区，有照繁殖期间也未做工程，施工时阵会避免断流，减少水的污染，较袂去影响鱼虾。这种水覆盖工法，自民国99年到即马，已经用掉3300万的经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启动乡公所之前的医疗专车只开放65岁以上的老大人会当使用，也毋过最近开始就无限制年纪咯。行动无方便、无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嘛拢会当来预约使用。云林县启东乡65岁以上的老大人有5600多位，占启东乡人口的20%。这个时段3不5时就要去看医生，但是定拢要配合囝儿10岁的时间，所以为着要方便老大人看医生，像启东乡公所都有提供医疗专车的服务。自回诊的时间，我这次挂号我就先预约，差很多。而且小姐都会帮我们处理啊，很方便。我就只要专心顾她就好了。个小姐吼，拢足好的，安尼拢共看。嘿嘿，我拢去跟马靠来。问，迄个服务足好的。啊，去到病院会去跟挂号摕药啊，领药啊，完真方便啦。那在民众去病院、街道挂号、报道、甲领药啊等等，启东乡公所的医疗专车已经做13档，即马总共有3台车，主要拢走斗六甲西里的大病院，一年就载要4000人次，每台车拢有加一个司机、甲一个服务人员在斗3工。65岁以上的，我们残障的部分，我们现有长照2.0啊，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我们有富冈巴士有长照2.0在服务，我们说公所来服务这一块，65岁以下然后没有领到残障手册的这些需要用车的。今晚为着要照顾愈侪人，启东乡公所的医疗专车扩大服务，开放65岁以下行动无方便，但是无领到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会当来使用公所的医疗专车，只要提早1天，甲公所注文就会使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苹果 iPhone 14今仔开始卖哦，有人排68点钟是正做头一个摕到新机仔的人客，嘛去趁到一个8000块的现金。本地外界预期讲，新机仔会来带动供应链的股票的介绍哦。也毋过，台积电、鸿海代理讲，最近的表现是拢无介好。台积电今仔早起，电倒是落1.5%。台北市议员办 A13，苹果旗舰直营店透早出现排列提货人潮，因为苹果新机 iPhone 14系列拜五正式伫台湾卖，已经苹果粉官方网站成功预定，从第16开始卖第1天，等摕到特殊色 iPhone 14 Pro。我其实去年有换了，但是今年觉得紫色很特别，然后动态岛还不错，所以我就换了。国内5大电信业者5间到4间，亲像以前同款推出实体店面排列优惠。中华电信加码优惠前10名送给大将近8000块现金，远传电信前50名新办指定资费128 G 免费升级256 G。台湾大哥大除了送排列优惠，也有机会抽到特斯拉 Model 3。电信业者加码优惠插进去，按过排人好亲像无以前这么多。反正官网都可以订啊，我几乎每年都是订官网啊。现在电信绑约好像越来越不划算，好像越来越贵。他们的授权经销门市，他们还打出你今天跟我买2小时，我就给你送到你家了。都是选择呢，他可能在家就可以拿到手机了。苹果供应链概念股估计好亲像无受到新机开卖加持，早盘台积电开价走价震动，落将近1.5%。鸿海大力光估计那个幅度也将近1%。央行不断的升息，其实对于整个消费力道会有一定的一个冲击，会从之前比较偏高价的商品转成中低价去做一个选择，在未来可能1个季度甚至2个季度，它是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影响。因为汇率关系，美金走强，伫台湾买 iPhone 14比美国贵2000块。啊，不过各大电商也推出手机订阅制，就亲像分期月交，合约到期，旧机买倒来换新机。即马手机价销愈来愈贵，安尼订阅制，伫通货膨胀压力之下，也成功抢订阅一阵想要换新机的客栈。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发布部统计，对2017年到2019年有4成4经过解毒治疗的患人，伫2档内底会个继续食毒。有学者就提出讲，会当用大数据来收集资料，提供检察官甲医师来帮助这食毒的人找到适当的方法来解毒，应该是会当来减少再犯率。让重复抓，你这样没有意思啦。真生气向警方大声喊，现场的10个人涉嫌卖毒被抓。环境调查发现，伊早就前科是一个毒品通缉犯。不要办嘛！我可不要办，上面有东西不要办。详细技术表情怪怪，互环境办查。坐伫后边的查某囡仔排包被人敲出食毒的物件，去甲一群拍向查甫朋友。虽然官方一叫查毒，即马也发现。食毒再犯率是一直真高，要安怎协助调着人来改掉，真做难题。只靠弃毒是不够的，哦，对于戒毒这一方面，有毒品啊这种上瘾的啊这些毒贩啦、毒人吸毒者，能够来帮助他戒除。为2017年到2019年，单纯用毒的受刑人食毒再犯率高达5成1。就算强制戒治、加观察力界、加经济行为，得到反起诉、戒毒治疗。发布部统计，这人内底也是高达4成4，2年内会搁一摆使用毒品。有学者就指出，加入 AI 协助，应有效改善这摆问题。事实上，过去就有许多的这个我们称为漏网之鱼啦。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我们补足这个的不足，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收集资料，并且在许多关键的这个资讯上提供给检察官跟医师。甲这摆判断标准比起来，教授表示，透过 AI 人工智能进行毒品改掉问题评估。或食毒的人应找到适合的治疗场所，有个应降低3到5成食毒再犯率。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做事真辛苦，也毋过愈来愈侪少年人返乡去做事。农委会今仔早起表扬800大青农，今年是有80来人入选哦。金门有饲牛的农民，利用积酒村的酒糟甲牛的粪便去做着循环经济。中华嘛有饲2家的农民哦，坚持互2家自由的环境。嘛有农民哦饲2工，再种出一粒会当卖800块的洋香瓜。手上提这粒日本品种的哈密瓜是青龙，但照位经过2年失败，才伫亚热带台湾成功种出来，一粒要800块。伊伫农委会辅导甲补助之下，兴建智慧温室，嘛真正栽培技术，而且爱用请囡仔大汉的心情，种出敢若艺术品的果子。我相信有一天我们把日本这种特别的它漂亮的品种，那成功栽种的，那就我们再反攻回日本这样。用爱心来做农的，阁有友善饲养2家的陈玉雄，伊的鸡卵介绍是一般鸡卵的3倍。伊讲采用放牧，互鸡母上好的环境自由活动。产量虽然对袂到鸽子农生产的，但伊愿意甲利润甲鸡母来分享，因为赚大钱毋是做农唯一的目标。看到鸡快乐，那鸡生鸡蛋也来回馈我们。那我觉得这样的循环是正向的。那我在养鸡的过程中是快乐的，这个才是我最大的收益跟收获。金门饲肉牛的单育家嘛实现友善动物甲土地的理念，以粗放来饲，互牛仔食酒场回收回来酒糟，佮有家己种的牧草，牛的排泄物佮回到农场来做肥。牧草再回来再养殖牛，形成一个循环的一个循环经济，然后也这样子是友善大地的一个行为。会在农委会举行8大青农标杆表扬的典礼，包括这3个在内，今年总共86个青农入选，平均年岁37岁。投入吃苦的工作，煞心甘情愿。伫学习经验的路上，青农嘛一直家己种甲理念回报等于到土地。记者林周良上台报道。观众朋友，敢捌听过羊年果这款食物咧？伊食起来是酸甜啊酸甜，会当降火气哦。屏东李港乡的社区，今年偌人就用这种羊年果来做冰，食做地方才有通食到的好滋味。这一粒一粒红的果子，无详细看会认为是一般的柑仔味，其实这是中国云南特有的幽灵果。60多年前，迁徙来台湾的滇缅民族开始伫屏东李港种幽灵果。到当幽灵果已经发展成社区的特色产业。就是看着父母亲他们就是使用的都是那种野生的羊奶果，比如说止咳、消肿、消炎等药用以外呢，
也拿来当为一般的水果吃。油菱果食起来酸甜啊酸甜，糖浆花佮开味，热天时销路真好。一个想要推广社区产业的少年人，就甲社区协会合作，开发出油菱果冰。除了油菱果的酸甜口味，佮会当食到微微啊牛奶香，透心凉佮无负担。就是这个果实它本身有就是一定的酸度，然后吃起来酸酸的话，好像很适合来做成一些甜品。加上就是屏东的天气蛮热的嘛，然后我们就想说，现代人对冰品的需求高，那我们就试试看羊奶果如果跟冰淇淋结合，就是会怎么样？就希望说，如果他们这样子青年返乡跟农在社区可以一起共同推动社区产业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社区青年为地方开创新的特色产业，甲油菱果做成冰，利用网络销出去，落尾佮加10%的净利回归给社区，就是希望会当推动在地产业。卖予油菱果的文化社团促成农产品的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这2档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真侪人就透过环岛旅行重新来入北台湾。咱来看一阵少年人应用42天的时间骑高龄车，一边环岛，佮一边做表演，也关心在地议题。公司第一台青春咱来帮，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因这撮真特别的环岛旅行。落一阵大雨，骑车的少年家照常出发。一定过去毋捌做伙生活过的高中毕业生，趁暑假来临北台湾。因对总统府出发，要用42天的时间进行独练无独立的环岛计划。过程当中，四季表演顺续推广高龄车运动。我嘛毋是食饱弯腰啦，是做这少人会做的代志。阮就是讲推广这多轮车，会使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嘛会使表演。骑车环岛期间，因逐工拢会伫网络平台分享心情，嘛会了解因观察到的地方人文、环境保护、渔农产业的议题，互搁较侪人了解这块土地。一路上也有认同因理念的友志，陪因做伙骑，互因这段旅程袂孤单。我感觉因就有热情，知影家己要创啥，安尼就好。因为我们是想说，我们都已经到各地了我们想要宣导环境理念的话，我们要先了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就是在旅行过程中也可以多了解比较深入的知识。5个来自无同所在的少年家，面对无确定的未来，趁着夏日的热情，勇敢完成这摆的游说台湾，离开教室，行踏土地感受，嘛真做因的养分，走出实践各人的理想和梦想。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台湾文创产业博览会今年的嘉义馆是用丹顶坡伫1934年画的地幕自路城做主题，用6000支釉茶布来打出画内底嘉义市中山路。这作品伫文博会结束了后，会搬到嘉义博物馆继续展出。一支一支的釉茶布打出特殊的展览空间。文博会嘉义馆用6000支釉茶来展示丹顶坡的作品，希望用设计角度来消解嘉义这个墨都。展望侏罗城这个画里面有一个，其实你仔细看那个画里面也有一个马路，它就是大通，就是现在的中山路。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展览，让民众可以看到从这一条路径里面嘉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轴心。进来就可以灵力感觉到说，我们的城市最主要是以木都为主，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做的陈设。今年嘉义市头摆参加伫高雄举办的台湾文博会。文博会结束了后，市政府把展览的物件全部搬回来，要让嘉义的民众嘛会当看到这的作品。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在这里被看见了。我觉得让我们就觉得说，嘉义真的是既摩登，然后又古典。那大家也许也可以去叠合100年前过去的那个时候的嘉义人的样貌，跟现在嘉义人的生活的样子，然后彼此去比对说。现在的嘉义有可能长出什么样的可能，跟过去100年前的嘉义跟现在有什么样呼应的地方，这个是比较藏在里面的讯息。这摆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到11月19日，会伫嘉义市博物馆展出。文化局嘛会配合学校安排艺文的课程，希望学生囡仔会当用美学设计的观点来认捌这个城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虽然即马电子册网络册店是真时行，也毋过伫台湾阁有超过200间的独立册店哦，嘛拢有行出甲连锁册店一条无共款的路，咱做伙来了解。遮侪款的册伫架顶放哦好，遮尔宽的空间目前是有买2万本的册，已经开9间独立册店的青椒册店，和较早无同。即摆因伫高雄开的100平的册店，是和咖啡厅做伙经营，怕大家对册店已经伫要无成立的印象。我们很希望它是独立书店跨100平书店的第一间，希望可以开创出新的模式。因为独立书店一般它的规模不大，可是青岛书店因为已经开立到第10间，我们希望可以展开新的规模化的经济。虽然讲即马是确实行电子册和网络册店，但是台湾同款有超过200间的独立册店。即间伫高雄的独立册店和咱无共的，就拢是绘本和立体册。立体书啊，或是触摸书，就是有不同的，透过书籍的装帧跟材质去传递感受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觉得绘本它是一个蛮特殊的类型。虽然讲大多数的独立册店无亲像连锁的册店遐尼大，但是细间搁遮水的空间，颠倒互大家感觉较无距离。店员和人客会当亲像朋友，做伙讨论文学。他会写什么最早的那个万国博览会，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那这是他的第一本时代小说。网络时代，啥物拢爱紧，大家对三C产品顶悬是接受一堆无必要的资讯。实体册变做大家会当主动选择和吸收的避风港，这有可能就是真济独立书店选择要继续经营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体育的一个大消息咯，今年41岁摕到20座大满贯的网球名称，瑞士的费德勒宣布讲伊要退休咯，因为伊的脚头受伤手术，虽然伊正拍拼复健，也毋过伊讲，伊家己知影讲身体已经要求伊爱休困咯，所以后礼拜英国伦敦的比赛，会是伊职业网球生涯最后的一场比赛咯。费德勒有过算袂清楚的赛盘点，伊举着双手享受胜利的时刻。但不过，这种画面将会真侪美丽回忆。球路紧强准的瑞士特快车15宣布退休。The past 3 years have presented m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juries and surgeries. I've worked hard to return to full competitive form, but I also know my body's capacities and limits, and its message to me lately has been clear. I am 41 years old. I've played more than 1,500 matches over 24 years. Tennis has treated me more generously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t, and now I must recognize when it is time to end my competitive career. The Laver Cup next week in London will be my final ATP event. 在经过纪录片的脚头夫手术了，今年41岁费德勒决定要退休。伊特别感谢伊的看手米卡尔，伫咧有心8个月的时阵，还佫去看伊的比赛。I consider myself one of the most fortunate people on earth. I was given a special talent to play tennis, and I did it at a level that I never imagined for much longer than I ever thought possible. 费德勒不创连续237礼拜，总共310礼拜坐伫男子单打球王宝座的纪录，而且有5个赛季年将世界排名是第1。伊有20座大满贯的冠军杯，其中有8个温布顿冠军是史上上多，103 ATP 单打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2多。伊个人摕到的冠军奖金超过1.3亿美金，排行榜排第3。费德勒加前球王乔科维奇，还有西班牙曼纽纳达尔，互人叫做3线球王。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s helped make the dreams of a young Swiss ball kid come true. 顶礼拜，美国女网欧金珠小威廉斯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告别伊的职业选手。而即马费德勒也宣布退休，因为这届美网的男单是西班牙19岁艾卡拉兹摕到冠军。也互人看到世代的交替。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来看一寡较庄卡较偏远的所在，因为无基地台无基地台，手机也无信号，通讯是真袂方便。SpaceX 的头家马斯克就讲，因甲美国行动通信业者合作，要来建造一种真特别的天线，用手机就当直接来连接卫星，提供信号。看影片是有问题，也毋过讲电话是无问题。为大都市到小乡镇，因为有基地台。
手机普遍开始，大部分有人住的所在都应用行动电话，为以前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甲后来用户相片、影片的信息，搁进步到及时的影音通讯。咱早就关系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就算号称科技先进的美国，也无法度用手机的所在。根据 T-Mobile 估算，美国全国因为无基地台造成的信号刺角，总面积有130万平方公里，相当36个台湾大小。如今，长照企业、政府机关甲陆海空三军拄着安尼情形，就用话彩通讯。不过，一般人无可能有这么多财力，也无法度炸几十公斤甚至上100公斤的话彩天线四个走。所以，互手机用户应用这卖手机直接透过话彩收发真紧急的文字简讯，甲语音通话，将做业者重大挑战。基本上，这叫做无远弗届计划，就是将 SpaceX 在地球轨道顶悬布建数量3万粒的卫星群，当作太空中的基地台。这卫星会伫离地表500多到1100多公里的轨道，用时速27000多公里，差不多是高铁列车700倍速度的驶。因为天线爱用伫安尼悬度甲速度之下，接收和转送微弱的手机信号。We are constructing special antenna. Like I said, they're actually very big antenna that are also extremely advanced. They're the most advanced phased array antennas in the world, we think. 根据 SpaceX 甲 T-Mobile 想法，这收不到手机信号偏向爱分真一地区，每一个地区应当是用到这信号量相当1000到2000通语音通话，或者是几十万笔文字简讯。This won't have the kind of bandwidth that a Starlink terminal would have, but it will enable texting. It will enable images, and if there aren't too many people in the cell zone, you could even potentially have a little bit of video. 这就是伫香港无基地台所在，爱有咱伫大都会享受的影音，可能性是0。不过有基本的文字甲有音信息，伫必要时阵应发挥作用，避免延误抢救司机造成危险。公司新闻持家真朋友。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推动电动车，一直底特律的汽车展览有试驶几啊台新车，嘛宣布讲要投入9亿美金，伫35个州起50万座电动车的充电站。另外，荷兰有大厦研究新型的电动车，唔但讲减碳，更当回收排出来的碳。活动演练了后，讲要甲跑车开转厝，也是做 Uber 的司机，邀请大家坐新款的电动车。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前往底特律车展，一直推销电动车，当时宣布要投入9亿美金的资金兴建充电站。I'm pleased to announce we're approving funding for the first 35 states, including Michigan, to build their own electric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throughout their state. 拜登政府去年设定目标，2030年的时阵，电动车也是油电混合车，爱达到全美国新车销售量的50%。要带动销售充电的问题，都要先解决。这9亿美金都是用来建造50座充电站。不过专家是讲工程真大，都要用几多年的时间。Can you imagine trying to put all the infrastructure together in our country that is so big for electric vehicles? Not that we cannot do it, but it'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同一时间，荷兰恩荷芬理工大学团队推出一款新的运动型电动车 FAME。这种的双门电动车，若外形正趴，行驶的时阵也会当吸收碳。In the front, it has 2 carbon filters, which filter literally the air while you drive along, capturing the carbon, which get trapped in the filters. FAME 的设计理念是零碳排移动，除了大部分的零件是用再生塑料 3D 打印制造，车体所装的2个过滤器，行驶2万英里会当吸收2公斤的二氧化碳。设计团队的理念是，让汽车规个生命周期为制造到回收，上大限度减少碳排放。希望这台车会当带动电动车行业新趋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台湾各地朋友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哦。下晡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下半晡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
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